龍嘅頭、豹嘅身、蝴蝶嘅翼，呢隻就係墨西哥人信奉嘅神獸，記錄我炒股環遊世界。歡迎嚟到墨西哥嘅神獸慶典。呢啲頭身腳自由搭配，打破物種邊界嘅動物，就係墨西哥獨有嘅 Alebrije。墨西哥人相信 Alebrije 係靈魂嘅向導，喺黑暗入邊佢哋會發出光芒，指引你返屋企。雖然我唔係墨西哥人，但每個人心目中都有屬於自己嘅神獸，喺關鍵嘅時候指引你。全職投資係一條好孤獨嘅路，所有自我懷疑同埋挫折，我都只可以一個人承受。但對於我嚟講，對自由嘅渴望就係我心中嘅 Alebrije。每當我感到迷茫或者挫折嘅時候，呢股力量就會指引我。當我將自由當做信仰嘅時候，孤獨就唔再令我恐懼。我話俾自己聽，終有一日會脫離辦公室政治，行出去探索呢個世界。而家嘅我自由咗，開心咗。全職投資嘅路雖然好孤獨，但風景真係好靚。心中有光，何懼路長？留言神獸，我陪你一齊戰勝對投資嘅恐懼。